别走！我去找二表哥过来给你看看。我没事。什么没事？你都发烧了。真的，我没事。表妹，你留下来，陪我说说话。小翠，赶快去找二公子过来。是。平日你的身体都那么好，好几年都没有得病了。记得上次发烧，也是因为掉进了河里。你的风筝掉了吗？都说了不要捡，不要捡，还非要跳进去。表妹，你刚刚叫我表哥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感觉我们又回到了从前。并没有。我不懂，到底为什么？我们为什么突然之间变成这样？难道真的是因为那个娄公子吗？与他无关。那是为什么？表妹，你还记得刚来家里那天吗？那年我才4岁，能记得什么？那时我5岁，之前每一年，姑姑姑父都会带你来。直到那一年，他们出了意外，我看你一个人坐在那儿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一声都不吭。虽然你不说话，不哭闹，但我知道，你一定很害怕，很伤心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要一辈子保护你。不让你受半点委屈，半点伤害。我希望我的表妹每天都开开心心，直到我死。表哥，你别说了。表妹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不想你不开心。看到你不开心，我比死都难受。只要你说，我一定改。狼气逐马来，绕床弄清梦。童军长千里，两小无嫌猜。这说的不就是我吗？表哥，你先睡吧，睡一会儿，烧就该退了。表妹，给我个机会，我想让你一辈子都幸福。少爷，表小姐来了。表小姐这次来，想必是有话要说。容在下猜一猜，应该是婚约之事吧？是。昨天跟表小姐聊到一半，今天索性就聊个痛快。正合良天心意。实不相瞒，在下寻找九半灵芝，确实是要为人解毒，而解毒之人，也的确是苏小姐。你是怎么认识我们家冉冉的？此事说来话长，但说无妨。
表小姐，单单就这一件事情的话，时机还不成熟，我还不能告诉你。娄公子若不说，梁天如何相信你？表小姐，为何你明知苏小姐中毒，却隐瞒住所有人，闭口不说，自己探寻解毒之法呢？冉冉中毒一事，关系重大，不得轻举妄动。正是，初阳公主当年一事既出，牵动了朝廷，更惊动了江湖各大门派。如果不小心处理的话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苏小姐的安全也会被危及的。我想，这正是当年丞相大人跟初阳公主苦苦隐瞒的缘由吧。你为何将草木经故意透露给我，和我缔结婚约？真的只是简单的想要接近冉冉吗？表小姐果然是冰雪聪明，心细如发，在下接近你，的确不是为了这么简单的理由。请娄公子将用意一并托出吧。时间紧张，苏小姐的病情已经不能再耽误了。凭我一己之力寻找九半灵芝这么多年，没有结果。现在，我需要一个人助我一臂之力，而这个人又能明白其中的缘由，还是他的至亲。表小姐你，当真是不二人选。娄公子冒着如此大的风险为冉冉寻求解毒的办法，却毫不声张，不求回报，让梁天实在想不通。在下不是不求回报，而是十分的贪心。此话怎讲？我希望我的命是他的，他的命是我的。他若要走了，我也绝不独活。所以，请你相信在下的用心，我绝对不会做半点伤害苏小姐的事情。等日后时机成熟，我一定会全部告诉你。目前，娄公子想让我知道的，都已经告诉我了。是的，我可以相信你吗？当然可以。好，那么接下来，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。那我们就成为盟友了。我会在旁静观其变。若你对冉冉有一丝一毫不利，我拼了命也要阻止你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我的项上人头便是你的。好了，那下面我该做的事情，就是该上门退婚了。娄贤之，你再想一下，你真的就这么决定了吗？要不你再留几天，我这儿有新到手的雨前龙井，我们再好好聊聊了。我把天儿也叫过来，你们之间要是有什么误会呢，咱们可以敞开聊聊嘛。之前确实是娄轩考虑的不够周全，才贸然的向表小姐提了亲。后来梁天小姐也曾经告诉过在下，她已经有心上人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又为何要强人所难呢？不过幸好这件事情没有弄得人尽皆知，不然的话，娄轩真不知道该如何弥补过错了。啊，既然你们俩都说好了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娄少主，天儿无福，与娄家宝无缘了。夫人哪里话，是娄轩无福，梁天小姐才貌双全，我祝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告辞了。啊，慢走，慢走啊。楚阳，你掐我干什么呀？掐你是因为你话多啊。他要退就让他退，你我不都巴不得吗？这我得确定啊，万一这婚一退啊，到时候弄得人尽皆知，我们天儿一会儿怎么见人呢？见什么人呢？我们天儿才貌双全的，还怕嫁不出去啊？哼，还不是因为有我这样的舅舅。想你的时候，你从来都不出现。唉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找你表姐的。找
找我表姐？我表姐她愿意见你吗？你连送个花都不是我表姐喜欢的。那花啊，自然有人喜欢。你应该感激我。感激你？对啊，你不是一直想让我把跟你表姐的婚事退了吗？我退了。真的？莫非你不想让我退婚啊？啊？那我现在就去告诉苏大人，我不退了。哦，不是，我喜欢，太好了。我们去看花灯吧。什么？你看啊，我跟你表姐退婚这事儿啊，说到底，是你让我退我才退的。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呀？你既然肯退婚，说明你是个好人。行吧，你说，我要怎么感谢你呢？晚上我们一起去看花灯。啊？青天，你回来了，你醒了，怎么样？感觉好点了吗？放心吧，我身体可结实了，睡一觉就全好了。怎么可能好得那么快？不过也是啊，不能好得太快了。等我好了，你就要走了。来，吃点东西吧。晴天，你为什么非走不可呢？这里不是我的家，我不能一辈子住在太乙山。这里怎么不能是你的家啊？你师父那么对你，你还回他那儿吗？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那你还会回来看我吗？会的。再来一口。我去打盆水给你泡泡脚。京城的风光果然很美，以前真是错过了。以前？你以前不在京城吗？那你在什么地方啊？以前在一个现在也很想待的地方。什么意思啊？以前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痛苦的、美好的回忆。那你给我说说那个地方吧。还是不说了吧。你是怕我听不懂吗？对于感情之事，你真的懂吗？好吧，那我就跟你说说吧。以前那个地方，我被困在那里，想出出不去，而现在出来了，又很想你。那你在那个地方待了多久啊10几年。这么久？我被困在那个地方10几年，不能和我的父亲见面。等我出来以后，回到家中，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。陆轩，我还有很多想要说的话，没有跟他讲过。
可惜再无机会了。你跟我走，走啊！咱们去那边吧。二位慢走，下次再来啊。孔明灯，哎，姑娘，又来买啊？老板，要哪一个？再来一个。要哪一个？这个吧。这个颜色好看，姑娘真会选。孔明灯，愣着干嘛？付钱啊！来看看孔明灯啦！哎呦，谢谢公子，谢谢。走，二位慢走，欢迎下次再来啊！孔明灯，苏冉冉，你怎么又放一次花灯啊？我听说这些花灯寄予了人的念想，如果一个人把他最想见的人、最想做的事写在上面，放出去，那他就会帮你找到你想见的人，告诉他你想他。可是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傻呀！把你想对你父亲说的话写在上面，放出去，让他帮你找到你的父亲，跟他说：“父亲，轩儿想你了。”不要。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大男人，平常感情含蓄的要命，所以我就替你做了回主，把他给放了。唉，好吧，只要你高兴就好。怎么，我替你做了件大好事儿，你不应该谢谢我吗？哼，要是被你父亲知道了，肯定会骂你不知恩图报。苏冉冉，谢谢你。哎呀，你说你平常吊儿郎当的，突然变得这么严肃干嘛？要是我父亲能有一个这么好的儿媳妇儿，那该多好啊！你又开始不正经了。唉，原来这家伙也有不为人知的过去啊。烫吗？不烫。这是小时候我娘给我绑的，说这个可以辟邪。别人家的孩子都绑个玉什么的，我娘倒好，给我绑个破木头。挺好看的。真的啊？嗯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给你倒洗脚水。哎呀，你先别倒了，陪陪我。早下红丢丢，上牛鱼溜溜，晚了红丢丢，早晨大日头。这个是什么歌？这是我小时候我娘哄我睡觉的时候唱的歌谣，我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，不过听了就觉得很安心。早下红丢丢，上牛鱼溜溜，晚了红丢丢，早操是大石头。懒丫头，娘都叫你好几遍了，快起来吃早饭。今天呀，有你爱吃的玉米饼，这可是我的拿手好菜。不过可惜还是没有我娘亲做的好吃。我姐姐不见了之后，我娘郁郁而终。
我弟就把自己关起来，一直在闭关修炼。如果我是一个武学奇才，说不定我就可以把姐姐带回太乙山了。烛火风中缠，多少遗憾独留一声叹。雨当空阶，离长短，相见。青丝冰染。